係，OK。而家嚟到呢個萊夫亞歷山公園。咁而家開始入去公園，俾大家睇下啦嚇。咁呢個叫做萊夫亞歷山公園。咁公園咧都轉翻過嚟。公園都好大，呢個公園咁樣進入公園，公園咧就呢度有人打籃球，個個好熱鬧打籃球。OK， 周圍打籃球，咁有人坐喺度傾電話，咁有啲湊住小朋友喺呢度玩，前邊呢度咧就呢個公園洗手間。咁再嚟呢度咧就有呢個兒童樂園。呢個公園嘅洗手間都幾靚，入邊好乾淨。咁往着呢個方向過。周圍好多人都係坐喺度做下運動。對面有打韆鞦。打韆鞦。OK， 行過嚟呢後啦，咁呢後有人呢就開心，我哋喺呢度打豬排啦，打豬排，打豬排，有人打太極，個個係傾下偈。有人傾偈，有人打太極。有中國人，亦都有老外老番。有中國人，有老番。打牌好熱鬧，有人坐喺度。好啦，今晚呢個視頻就錄到呢度為止啦。咁下一個就再繼續錄。